不过这内底个无糖。我这现在较无，较无吗？现在糖较少。网室里面也会吗？哎，我们要关好就好了。哎呀，对。但是也会进来哦。嘛是会啊。哎呀，你慢慢团太紧哦。你若实施我可就足多啦。大这礼拜林高芳仲系来染度假牌，除了在找单的设计，每位群农户用乜嘅找好早来结田。天倒来，门又马吹，所以我老妈就开始就想讲做沿做就做马个吹，就开始可以一礼拜吹蛋，看办要就要打电话来听吹啦。等你挂落来，我买两支食好啊啦。无要紧啦，当你想要紧。无啦，无这今日也无出啦，买两支食。因为老几啊搞棍，算懂收钱的啦，对佢来讲，怕算无马个钱的。但係其實就唔可以講冇錢就當作人冇做嘢成利人嘅，也唔會，佢像用對人當好，教人當到一開講像朋友安嘅，就唔係常做生意啦。這當錢嘛？買啦，愛生啊！哎呀，等住啊！真係啊，生嘅啦，沒關係啦。我幾個月前好吧。阿勇嘅憧憬接看得到。他在一样的价钱，他还加5%多少给我们，80%、5%我都没有算了，他都自己加了。他说一定要拿，我说不拿，一定要拿。哎，这农民很辛苦。係啦，我們覺得喺英國可以做嘅啦，因為佢不賺到成本，嗰賺社會錢。有點冇按公平啊，係啊。可是我們覺得，什麼事是應該的利潤啊？應該存幾多錢，就應該要有啦。但係其實要懂排泄數嘅倒嘅錢，其實後尾懂排泄，個大概就倒本唔吹啦，一樣嘅。食番薯、食甜椒、提出便風嘅香蕉，還有冇提咗嘅토마토，上到5種嘅生嘅瓜果。嚟到做機槍錘是5種唔合乎商界標準，不過空氣妹妹唔會少。那這個小的呢？需要嗎？要，他自己再回去分，都一樣。還是可以，小的可以煮稀飯啊，可以煮綠豆湯啊。他们选择的菜虽然不是最漂亮的菜，但是事实上那些菜在自然环境里头，它其实就是抵抗大自然，它就是非常强壮的承受了紫外线，承受了病虫害之后，它还很健康活下来，所以它本身的那种生命力，蔬菜生命力跟生化物是非常丰富的，比那个漂亮菜还要强壮。林高芳認為，舒服係生活當中最基本、咪最重要嘅因素，唔過咪係本人最冇注意到嘅。但都要省飯很困難很多人，去搞種菜，去搞種米，去搞學雞嘅學紅嘅。咱提講食物會按嚟來嘅，個食物嘅價值都幾啲漲走出來。唔係講係去到係推定100元，去到偏農店係買係就400蚊就冇，生產物體唔係按嚟。林高芳講，做機唔單強係農業生產嘅方式，還係一種生活態度。大咗禮拜，佢哋還會用 email 攞填盤到嘅建議，分享社會嘅故事、農家動態，還有各種認為安樣，燃選出來嘅環境攞空間信息。我覺得我們的工作有點像在做連接，我們連接農戶跟吃飯人中間那個位置，有點像在連接他們。所以我們認識很多農戶，也認識很多會跟我們訂餐的人。我覺得他很棒的地方在這裡。便當他會告訴他什麼東西好吃，什麼東西不好吃。他會來告訴我，所以你也都知道消費者一些想法，這樣。知道，佢攏用安樣嘅方法吼，一方面幫助農民，一方面對也對賣便當嘅人講，哦，真係好東西。所以講，做了咧就感覺講，心肝當安慰，講，要按多人講，呢個東西要按好食。我覺得做有機餐盒的事情，我覺得也變我的生活更豐富。我很喜歡跟那些農戶也接觸，認識他們的故事，他們也那麼努力。在地買東西，第一個減碳，所以我們的食物里程可以控制在10公里之內。
左右，一个便当食物里程都是非常非常低的。食物里程係一項綠色生活消費指標。簡單嘅講，全食物對生產點到消費者手控嘅人數比例。如果說我同樣的是一顆大白菜，那你要吃這裡的呢？10公里之內的呢？還是要是吃我們西部要運用200多公里這樣子火車或者是汽車這樣運過來，那食物里程含那個排碳量就可以算得出來。所以這是一個概念，是直接跟節能減碳，它直接是成反比。呢係日本訴求自由、空間、環保、環境教育、勞公平教育5項價值嘅有機判斷喎。林國藩講，佢希望家庭2項信仰推廣這條概念，未做咧發揮這條影響力。其實我這個真希望嘅係，消費者身邊農嘅人佢自家做得去撈，種菜嘅農夫喺度賣菜，自家做便當本自家食，我知道也係我傾向去看到嘅事情。就不是透過人家的中間這個人，中間這個角色完全不用。這個計劃本身的意義，我就覺得很棒。怎麼會有人完全就是只是想要實現一個計劃，然後完全不考慮自己的一些經濟負擔，或者是說他為了這件事，他做很多工作。其實咩同好奇講哦，都特別落去生意呢，跟一隻德國落去生活，因為都要做下事情。其實有咩同關係啊？講。有冇依靠嘅事，我做啲安尼生活過會得嘛？大家嘅義父未係點講翻服行業嘅義父，圖田基家己畢業過後當然就變做工廠師，唔過解散唔係佢想去過嘅生活。我哋2年過後，佢只辭退條路，唔過服行業做下係習慣風格，按用唔做專業，當然也本佢受到異度壓力。唔過反顧嘅想法，實一出地價心肝跳度。我兩隻阿姊啦，佢就不卡一隻誰來聽呢？啊，你一聽有人喊你啲啊，你講人尊貴人就係你啦，個誰來就會見條較重嘅，但係人哋係從細就較反骨。做判斷話唔係為咗賺錢，係會做到這種理想。幾到2月，林國藩老馬奴還沒窮下到手縫火柴條面前，只見成個建築嘅沙區藝術重點梅府，老成個做抗日葡萄也係大發圖，用難為這種形式參加沙區工作，融入採體生活。記寫錯了，記不能凸出來。對啦，凸出來了。對。不能這樣寫，一筆畫寫完。我媽家就做啦，反正入邊有我需要做嘛，從舊些年都需要做的，反正差不多就搞寫我回啦，我說唔可以去難搞。入邊也係一隻算公益嘅地方咩，其實就去那就全歸台灣嚟募集物資，然後用嚟經營一隻二手商店，啊用我用呀存到嘅錢。老生爺做客服，搞生意帶給他做同嘅事情。成個東甲住2個大個大姐，總係來啲幾條信號，也係來啲慢嚟走。林國藩老馬奴係啲紐西蘭打工度假，啲從未讓走世界世界認識的，兩三隻看住對眼，留下當好嘅印象。他走下樓梯的時候，他突然停了。和在那邊有一朵花，他就仔細地看這朵花，就聞了。我覺得那麼奇怪，我沒看過一個那麼仔細畫的男生，亞洲男生，所以我覺得哇，好特別。那你看到馬努第一眼的印象是什麼？第一次看到這個女生，其實還好，對，只覺得這個人蠻勇敢，因為一個人他就跑到我們 hostel。就直接找他所有老闆說，哦，你們這邊有沒有工作機會啊？那附近有沒有什麼？他就一個人就這樣子就跑進去，就直接找老闆就問很多問題。我覺得哇，好感哦。然後後來2個人就互有好感，然後就在一起了，這樣子嗎？也還沒那麼快哦，一開始很快，一群朋友，好啦，對啊，是很快。馬努的德國土家係中分呢，2三位鄉下，從因走出點下進嚟。他的有些想法是很不一樣，所以。
呀，我开始对它有越来越多的兴趣。对。他一开始也不说他会讲中文啊，所以一开始太不会生，只会讲英文。直到很后来他才说哦，原来他是学中文系的，然后去过中国1年，后来才知道。去年8月结束紐西蘭嘅工作假期，林國藩就轉嚟到台灣出走到花蓮去，滿60年才能過來。語言問題還係佢遇到最麻煩嘅。我本來很喜歡笑，但是在這裡我感覺到幽默有點不一樣，所以經常我的笑話變成冷話，沒有人聽得懂，沒有人笑，所以這是很痛苦的事情。对，還有的吃的也還沒習慣，但是大部分的吃的我很喜歡吃。對呀。但是有高帆在這裡，這邊都可以變得比較美好。是的。對呀。如果清理地址向督導，所以貼貼轉下。師傅立場為日短日好，唔過兩兩沙跨日過界界為清理場，實係日沖日甜美。出場係幾條做界盤到嘅形狀，簡單自然，唔過實係最優美、最平凡嘅幸福。